台湾蔡小伟表示，2018年当时超微半导体董事长苏之峰因为科技人才由父亲代表接受市长颁发台南应有市民。现在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同款是出身台南，来到台湾以后，处处用台语发言，只顾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也凸显伊热爱台湾。所以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透过管道比较苏之峰颁发应有市民，同时邀请伊来担任市政顾问。对此，市长表示会用柯南精神努力出现。针对科技人才，也就是超微的董事长苏之峰，包含伊的爸爸妈妈，咱来颁阅了卓越市民奖给他们。那我想，科技人才颁阅卓越市民奖，这个不是个案，也不是特例了，过去就有。那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个也是台南出身的黄仁勋董事长，是不是有机会有管道？咱是不是嘛来给颁发咱的台南市民？黄仁勋先生不仅是台南之光，也是台湾之光，也是世界之光。所以说，如果他能够这个台南囡仔能够有机会能够担任台南市的荣誉市民或者是市政顾问的话，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荣幸。那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说，要先找到他旁边的人，能够跟他说得上话、讨论的人，不管是他朋友或者他的亲属，我们来找找看。好，那至少也可以邀请他先来台南走走逛逛啊。台南的夜市一定比台北市的夜市好啊，所以说有机会应该可以来台南走走。台南除了是文化古都，嘛是科技新城，尤其南科的晶片产业分工完整。如果持续透过国际科技人才管道牵线，相信对台南招商投资一定有帮助，对台南科技产业也注入新兴的力量。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庚采访报道。